，test。
主内兄姐大家平安。平安。为昨下昼开始落大雨吼，到即马风台经过咱台湾的北部，即个风台嘛足奇怪，因几年无真对咱北部有真大影响吼。感谢主啦，有保守咱台湾哦。咱今日虽然落着雨，咱正兄弟姊妹共心来到电院吼，希望伫咱路上会友吼，主会保守因的平安吼。嘛咯，像我线顶的兄弟姊妹吼，咱嘛感谢主，因咱甲咱同心来敬拜上帝。咱即时头同心来祈祷。愿天的爸，感谢你，伫主你的圣日，带领阮众圣徒同心来敬拜你。求主你安静阮每一人心，互阮会当听见主你的道理。望主圣神甲阮同在，对即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煞，拢会当甲阮同在。阮将今日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手中，阮来祈祷，阮靠主耶稣圣子名来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今日伫风台天大雨，咱也伫遮见面，做伙来锻炼诗歌。咱今日要练2首诗歌，首先咱先献到圣诗213首，圣诗213首，上帝讲出来调天下。这首诗歌咱可能较少吟吼，咱先读头前2节，咱先读一遍。来，我1、2、3开始了。1、2、3，上帝讲出来调天下，对逐所在调整大家，对锡安山美丽招全，全能上帝发出大光。第2节，上帝要来，毋是静静，有火焰焰伫伊面前。伫伊四围大风震透，用大威严显赫临到。吼，伊第2节有火焰焰吼，咱较罕的唱者，佫显赫临到。吼，这2个所在，大家要较注意者。好，咱来唱头前2节，先静静唱一遍。上帝讲出来调天下，对逐所在调整大家，对锡安密山美丽招全，全能上帝发出大光。上帝要来，毋是静静，有火焰焰伫伊面前，伫四围大风震透，用大威严显赫临到。这首诗歌咱看的歌词吼，这其实就是诗篇50篇内底的歌词。迄个咱教会杨树勇牧师在1964年的时阵，甲写做这首歌的歌词。伊讲的真简单的道理：上帝要出来调集众人，上帝威严临在，毋是静静，是火焰甲伊同在。所以来是要审判众人。伫上尾一段，伊才讲，所以恁着要照你的下愿来感谢上帝，然后来求叫伊，伊要怜悯来拯救你。
这首诗歌其实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啊。伊上早的时阵是伫改革中迄个时阵，马丁路德的时阵，就收伫迄个时阵的一个圣诗本，叫做《Geistliche Lieder》，那翻做即马就是圣诗啦，也是讲灵歌。迄个时阵1543年的时阵，就收入伫圣诗本内底啊。200年后，一个大音乐家，大家拢知叫做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是巴哈哈？1725年的时阵，200年后，改编做一个清唱剧，一直流传到今日。到200年后，台湾的杨树勇牧师甲天书，甲变做这首圣诗，收伫台湾的长老教会的圣诗本内底。所以这首诗歌讲起来已经400年的历史啊！哈，咱做伙搁来吟一遍头前2节。上帝讲出来调天的，对达所在调整大家，对小安山美丽矫正，全令上帝发出大光。上帝要来，不是静静有火炎炎在面前，第一是伟大风劲头，应大威严显赫临高。好，请咱搁献开485首。485首，主暂愿互相接纳。这首诗歌的曲调就甲头前迄个经过这个巴改编过的迄种曲调完全无同。这首是按拉丁美洲的迄种旋律来的，所以咱就感觉这首歌较跳，迄个风格敢若咧跳舞共款。所以咱先做伙吟头前2节，先吟一遍。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姐妹，建立三听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将阮信心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实现听通人生。主叫你甲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深深毋茫帮赞，求赞阮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三观成行，拢得夫妻听通。这首诗歌伊的创作其实是真现代，伊的作词者 Fred Kahn 其实是一个荷兰人。伊出世细汉的时阵是拄好拄着迄个时阵纳粹咧占领荷兰的时阵，所以伊的阿公阿嬷迄代拢4个人嘛吼，包括外公外嬷，有3个人是因为妖恶，所以死伫迄场占领内底。伊的爸爸妈妈嘛参与伫荷兰的抵抗运动，所以咧收留一寡难民。所以伊大汉了后，去到英国遐读册，而且伫遐做牧师。伊所创作的这圣诗内底，真受到伊细汉时阵的影响，所以拢强调和平、公义、和好、甲人的尊严这款的概念，所以会反映伫这首诗歌内底。伫作曲者叫 Doreen Porter，
细汉是出世伫巴拿马，但是伫牙买加大汉，共款去英国读书、读音乐，了后变做一个音乐家来创作这个曲。是安怎伊会甲这个作词者叫 Fred Ken 会熟悉？其实是因为这个 Drawing in on Philip Porter 是普世教会协会，就是 WCC 的总干事。所以因为安尼的时阵，因在普世运动的时阵熟悉了，做伙来创作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曲伊顶悬的标题有一个叫普世合一，伊强调的就是讲无同款的国家、无同款的族群，安怎相听互相接纳，来达到合一。伊其实第一段的歌词就写真清楚，主张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这是伊这首诗歌上重要的根据，就是安这来的。咱有法度互相接纳，互相接受彼此的无同款，但是互相尊重、互相听叹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已经先接纳咱，咱是儿子的款式，才有法度做这款的接纳。所以这首诗歌真伫迄个普世界，就是讲无同款族群、文化背景的人，拢真爱唱这首诗歌。咱共款搁头前2节，咱搁唱一遍。主张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姐妹，建立三听无烦。困叫你踮阮中间站，阮心心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实现听通人生。主叫你甲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心声茫茫赞。主张阮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境，拢得夫妻听通。请咱闭眼心，进入今日礼拜。
恁想看病疼咱到怎样，互咱称做上帝的囝，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即个捌认爱。主讲，恁既若着我担当大个，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你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这时同齐来吟诗，圣诗213首，圣诗213首。上帝讲出来调天的，上帝讲出来调天的，对逐所在调整大家，对锡安山美丽招床，全能上帝发出大光，请起立吟全首，圣诗213首。上帝讲出来调天的，对他所在调整大家，对锡安山美丽招床，全能上帝发出大光，上帝。请坐。这是咱同齐用主祷文来加做咱的祈求。主祷文，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同齐来启应，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35篇。启应文第35篇就是箴言第4章。同齐来启应。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伫。毋通去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
你尊重智慧，以为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假时，毋通放松。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你亲像老爸教导阮，带阮行头前要行的路。主，你甲阮教示，这个世间上重要的道理，就是尊叹你的教示。主啊，求你赦免阮，当阮即马听见，在这个世界有侪侪所在咧战争。人因为欲望，要去贪别人的物件，国家在国家的中间彼此竞争。主啊，阮徛伫台湾这块所在，有你所创造美丽的山，有真水的河流。阮伫这个中间，若亲像阮伫爱丁园的中间共款，阮的果实结实累累，阮的修行真好。但是有时，我嘛面对地外口有飞机咧飞，常常有演习。主啊，求你保守阮，互阮实在知阮的未来，阮的军队是啥样的一个主。主啊，也恳求你帮助阮，当阮拄着境遇无好的时，阮的社会环境若亲像真乱的时，求你做阮心中的宝座，安静阮，互阮通享受，亲像伫乐园，甲你行散步迄种的轻松。主，阮也恳求你帮助带领文山教会，是阮众人所组织起来这间教会。互阮所行所做利益的地方，主，阮也恳求你帮助阮的青少年，因为因就是未来的教会。帮助因伫服侍的中间来学习明捌你，帮助因伫读圣经的中间，甲你的圣神有真好的记忆。帮助因伫出福音队的时阵，伫因参加营会的时阵。因真正将因家己献上，诚侪芳芳的祭，诚侪主理的器具，在因的一场，在因的学业的中间，主人拢赏赐因困难，亲像老爸教示因所应该行的路。主啊，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路，因为若无你，阮实在无法度。主啊，恳求你帮助，常常甲阮伫地，互阮感受到主你所同在的平安甲喜乐。恳求你赏赐阮困难，互阮对你遐所学的，互阮有勇气来行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赏赐阮平安。阿门。这时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的新约《腓立比人书》第4章
腓立比人书第4章，咱今日要对第10节读到第13节。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10节，我惦伫主大大欢喜，因为恁少年我的心志，敢有搁不厌。恁平素有即号少年，不过是无机会拿定。我讲安尼，毋是为着无教业的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不论啥物境遇，无毋知足。我知影踮伫卑贱，也知影踮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踮伫想事我气力的，我事事拢会。读圣经到伫遮，即是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诗篇23篇。
这是请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面对处境的心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阮会拄到无共款的处境，总是阮明白有主你的同在。这时刻，阮恳求上帝看顾，互阮伫今仔日阮所分享的，会当成做彼此的帮助，互阮会当建立伫这个世界中间。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愿主亲身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有风台经过咱台湾，我想可能对咱来讲，这是真正常，咱会当适应的一种处境。也毋过伫咱人生的路途过程中间，我毋知咱会拄到什么款的情景呢？若是拄到顺境的时阵，也是拄到逆境的时阵，你会保持什么款的心态来面对每一种无共款的处境呢？欢喜的时阵，你可能是用一款的心态；无欢喜、压榨的时阵，你又搁是另外一种的心态。那呢？无论伫真欢喜，也是真哀伤，也是真困难的时刻。咱的心是怎样呢？我想实际上，咱会当对任何的状况出现进前，咱就要备办好咱的心，就是咱有一个好的心态，帮助咱。无论咱咧面对倒一款的状况、境遇的时阵，咱拢袂抵到出现迄种真惊吓，也是讲毋知要安怎。拄则讲到风台对咱来讲已经真正常啊。所以，咱知影要安怎咧面对风台的即种的处境。若是毋是伫咱料想中间的这处境出现的时阵，咱会安怎咧？今仔日咱继续咧读的腓立比书，其实保罗写互腓立比教会即张批信，咱对第一章就开始讲即张批信，保罗常常用喜乐、欢喜即种的词。咧，互当时的腓立比教会，这是因为保罗听到真好的消息，嘛是因为有伊的同工，即个以弗巴弗提甲伊做伙，互伊知影讲，伫腓立比教会伫福音的事工顶面有真好的情形。保罗，咱会当了解伊，伊无论伫倒位咧传福音的时刻，总是有人。伫遐咧，甲伊找空找芳，讲真侪无确实的言论，嘛因为遐有言论，互侪侪信徒受了迷惑，离开了信仰。保罗对即种的情形，伊感觉真伤心。但是保罗写互腓立比教会批信内底，伊讲因较无即种的情形出现，因为因阁保持着。一种真喜乐的心伫这中间，所以腓立比教会伫保罗受掠伫关伫监狱的内底的时阵，伊继续为着保罗咧祈祷，因为即阵信徒因相信，伫无久以后，保罗会当出去监狱，袂因为保罗互人关伫监狱的中间，因怀疑福音，因怀疑。保罗所传的到底是甚么？因为因相信而且期待保罗会真紧离开迄个受关的所在，然后转来甲因做伙同工。保罗受到这种的困境，其实咱会当看到，是当时有一寡真激动的遮的犹太人，因想要杀死保罗。咱想象一下，迄种紧张的状况。其实咱若对《使徒行传》也好，也是对保罗的批信中间，那对迄个当时，其实耶路撒冷的指挥官，伊派一队军队要来保护保罗，派出来的人有偌济？步兵有200个人，骑马骑兵有70个人，摕迄个长枪的即个兵啊有200人。咱想象一下。加起来差不多500人的一个军队来保护保罗，
袂去受到遐激动的犹太人的即个要甲伊暗杀。所以咱想到保罗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保罗要安怎来面对咧？迄个状况就是军队嘛毋敢伫历史啊来送保罗去到凯撒利亚迄个王迄个所在，所以迄个时阵是真紧张的。但是因为有即个军队的保护，保罗就会当避免遮的危险。所以咱若对即个背景了解，咱搁来看今仔日所读的第4章，就是腓立比书的上尾一章。咧保罗咧写互因的批示，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信徒一个真亲密的称呼，就会当知影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因毋惊遐真激动的犹太人的党派来甲因搅了，因嘛毋惊因去帮赞保罗会受到威胁。所以保罗称呼伫上尾这一章内底，伊称呼腓立比教会是伊所亲爱的教会，同时嘛咧表达伊真思念因，嘛会当看到伊对腓立比教会是有偌深的即个疼伫即个中间。特别保罗伫第4章讲，腓立比教会是伊的冕旒，即个冕旒就是伊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中间。咧称赞对方，即个冕旒的意思，就是希腊文。当时伫运动场顶面，遐个运动员真努力咧竞争的中间得到冠军，对迄个主办的单位也是国王的手中摕到一顶用即个月桂叶所做的即个头冠，然后戴伫头壳顶，接受众人的欢呼甲恭喜。有时，即个冕旒嘛讲伫一个真欢喜、快乐的宴席顶面，因嘛戴即款用月桂叶所编织的即个冕旒，戴伫遮的贵宾，也是互人邀请，成做即个宴席的一个真重要的人的头壳顶。所以，当保罗用冕旒即个字咧称赞腓立比教会，我想伊要表达的意思是。腓立比教会是伊所有设立遮教会中间上有见证的一间教会，也就是讲，若是伫传福音要参与伫天国的宴席内面，那呢腓立比教会就是受邀请进入到天国宴席的贵宾。主人准备即个冕旒，要戴伫遮受邀请人的头壳顶。所以保罗即称赞腓立比教会，毋那是讲因是一间喜乐的教会，伊讲因是有一间有见证的教会。保罗互咱对腓立比批信中间，其实看到即个好的一面，但是伫腓立比教会中间，犹原有人因为软者所带来即种的一寡瑕疵伫的，就是教会纷争的中间。所以伫腓立比书第4章内面，嘛有记着因的名。保罗虽然无讲是虾米原因，互因无因的相处无好、无拄好，但是保罗要求一件代志，就是爱因伫主的内面同心。有可能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两个人，咱甲别人，咱的意见会无共款。但是保罗讲，若安尼影响到福音事工的推动，那安尼就毋好啊。所以保罗写批互腓立比教会，就是爱当时教会内面爱来处理遮的代志，互因两人会当和好。所以保罗在对头前讲到迄个冕旒，用即个对主手中所领受的即个冕旒，是要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嘛是咧提醒现代咱的身份是互上帝所赎回的囝儿。虽然咱对咱的头壳顶会带着即种冕旒，但是咱爱将即种着第一名的即种荣耀爱归乎上帝。所以保罗希望因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心内爱有一种。
有上帝所赏赐的喜乐的心。当因咧面对艰苦的环境的时阵，犹原爱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保罗，咱看到伊一直咧强调一件代志，就是为着福音受苦，伊嘛甘愿；为着耶稣基督受难，伊嘛甘愿。若爱面对死亡，伊感觉这是一个真阳光的代志，应该爱喜乐才对。所以咱看到保罗，伊虽然互人关伫监狱的内面，伊犹原咧劝勉、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爱喜乐。那呢，咱就会当明白，保罗伫伊信仰的经历中间，伊已经有一个真深的认知，就是伊知影，伊已经完全甲基督结连做伙。互伊发觉，伊伫监狱内面的时阵，伊知影家己所剩的日子无多，伊犹原要感谢上帝，互伊有份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难。所以保罗伊咧劝勉腓立比教会伫第4章第6节到第7节中间，伊讲：恁拢应该无挂虑，爱伫基督中将恁要讲的甲上帝讲，用感谢的心来祈求，上帝要赏赐人超越迄个人所会当理解的平安，会照着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所以，伫这段经文中间讲的应该是咧表明袂当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咱会当甲翻译做袂当有任何的挂虑。要排除挂虑，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呢？咱拢会烦恼，咱会为着咱的生活烦恼，咱会为着咱的囝儿孙烦恼，咱会为着咱的工作踮咧感觉真白白。但是咱要将这所有一切排除，咱要安怎做呢？保罗甲咱讲，上好的方法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祈祷，将所有的代志拢甲上帝讲。所以保罗咧甲腓立比信徒讲：恁毋通一面讲我真烦恼、真挂虑，一面搁咧祈祷。保罗讲安尼的态度，是对上帝迄种无够有野的信任，也是瓦靠。但咱有即种的想法时阵，保罗讲毋通安尼。咱爱向上帝祈祷的时阵，就爱用真实的信心来祈祷。所以保罗要讲，用感谢的心来祈求。咱向上帝祈求，不一定会得到应允，总是咱爱用感谢的心来看迄种无得到的应允，咱才有法度真正放落咱的挂虑。所以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一个真好的方式，就是将祈祷、信任甲感谢这三项结连做伙。这三项结连做伙，就会当解除咱人心中的迄种的挂虑、焦虑。那呢，这种的祈祷，我想咱就当体验到上帝超越人会当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进入到咱的内心，互咱人的内心有一种真安定、的平安的同在。各位兄弟姊妹，咱想一下，你定定现主时，你定定为什么代志咧烦恼咧？也是你定定咧为什么代志咧挂虑咧？伫你的生命内面，咱阁想一下，敢有互你真欢喜、快乐、喜乐的代志无？你烦恼的代志，甲你欢喜的代志，到底是什么款较济咧？你是怎样咧面对你的欢喜快乐，还是你的挂虑、伤心、艰苦，这等等的情绪？保罗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第10节到13节，伊讲出伊的内心的世界，伊清楚表明一项代志，就是这个世界物质的生活的态度甲观念。这个要什么款的观念？保罗讲，就是知足
知足。保罗捌写配互提摩太，讲伊怎样看待即个世间、即个财富的即个代志。伊讲一个人若知足，的确会互咱感觉真富裕。但是咱到即个世界，咱无带啥物来，咱佫有法度对即个世界带走啥物呢？所以讲，咱若有通食、有通穿，那安尼咱就爱知足啊。有侪人想要趁大钱，有侪人想要好嘢，总是就陷落伫迄种的引诱的内底。即礼拜咱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团体互人骗钱骗了真多，有侪目的甲欲望会甲人的心掠掉的，互人对落。所以保罗要甲咱说明的是，当咱若受到这种钱财的引诱的时阵，咱就背离了咱的信仰，咱就受到迄种苦痛，咱的心灵就会因此离开了上帝的保护甲看顾。所以咱看到，若安尼咧看到即个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甲关心，其实咱会当看到，敢若做了真焦整，做了真完全。互保罗伊无迄种想讲啊，我若无的时，我若无遮的支持的时候，我要安怎来传福音？无，保罗知影腓立比教会对伊的支持，所以保罗就专心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即种有人支持，保罗深深体会到一件代志。伊讲，就是家己必须要爱有节制。伊讲，家己若无节制，那安尼人就真容易受到引诱，互撒旦找到机会，伫人的内心会有迄种贪念的出现。所以保罗要提醒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以及咱众人，人真正爱过着即种知足的生活、节制的生活。其实这无简单，因为伫咱的环境中间充满了各种的引诱。最近牧师嘛受到即种的引诱，因为阮去一个百货公司去踅街，结果有一项物件，阮感觉当时感觉真好，就开始咧想讲，即个物件要买也无爱买。迄种心情，我想咱咧买物件之前，咱可能都有即种挣扎。这真好呢，我买了对我有帮助，就开始算，我若买即项物件，我爱用偌济时间来摊提，我一工才开偌济钱，安尼想起来，敢一工开几百箍啊，无啥问题呢。总是即种的引诱，互我的心开始操烦，开始真混乱。然后上尾，我伫洗身躯的时阵，上帝甲我讲：莫阁烦恼啊！你毋是才写完讲道篇吗？你阁咧烦恼这创啥？互我的心真正头放起来，我就甲牧师娘讲：无爱买啊！我像牧师娘迄阵伊的心就放落来啊！我想咱常常会受到这个世界引诱，充满着各种的这个引诱，要爱咱去做咱无法度做，但是也是超过咱能力，也是讲互咱感觉真逼迫，互咱受到咱的生活影响的代志。所以保罗讲，要安怎来靠着什么款的力量，才有法度赢过这个试探引诱，才有法度互你袂遮操烦。保罗所讲的是，爱借着耶稣的力量，因为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互咱的气力，咱才有法度适应各种的状况。咱知影保罗咧写这张批信的时阵，一直监狱的内面，所以保罗要表明的是，有耶稣基督伫伊的生命的内面，安尼就有够啊，其他的无重要。所以咱看到伫保罗传福音的旅程的过程中间，是因为这款的心态拄到各项的状况，伊真清楚知影家己的目标、呼召甲使命。所以咱对使徒行传，咱嘛会当看到保罗咧腓立比教会开拓福音事工的这个过程中间，伊毋但拄到第一位这个信徒吕底亚，带着伊甲伊的全家受洗礼，归伫耶稣基督的名。
然后咱嘛看到有一位互邪神附身的奴仆受到保罗的医治，结果互即个原本咧控制邪灵的即个邪术的即个主人，因为伊对即个奴仆身躯顶得到真侪金钱，因为保罗甲伊医治，互伊失去了侪侪钱财，伊将保罗甲伊的同工西拉告入去官府的内面。无想到即款的造物，保罗虽然受苦，进入到加压，颠倒互遐固守因的遮个加压的即个兵丁，毋但受洗信耶稣基督，连伊的厝内底人嘛得到福音的信息。所以咱看到保罗伊离开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佮转为比利亚，遮逐地咧传福音的过程，伊拢受到侪侪遮个人的搅扰，甚至互人告入去官府的内面。每一届伊拢拄到性命的危险，总是保罗若提到即个腓立比教会时，伊知影腓立比教会是全心全力咧帮助伊，互伊无有欠缺。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咧传福音的即个整个过程，伊虽然拄到侪侪无共款的处境，总是伊知影，伊倚靠着主耶稣，互伊的气力，伊继续向前咧传。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保罗传福音的这整个记载内面，伊建立了一间教会，了后伊就离开去到别间教会，继续开拓建立教会。伊拢会毋忙一件代志，就是已经建立起来这间教会，会当去帮助、关心、支持伊所要开拓的这地区的福音的事工。所以保罗伊真正学了腓立比教会伫这方面的真心甲热情，所以伊知影这间教会所有信徒拢是为着福音咧做奉献。所以伊讲遮个奉献，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亲像芳芳的祭献伫祭坛顶面，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保罗咧学了因的腓立比教会，的确，咱若看伊的记载中间，真正帮助保罗真多。咱会当想象，有可能是真多金钱的帮助，也是保罗伫生活顶面所需要的，这生活的必须要的物件。互伊，嘛是因为安尼，保罗伊无一通挂虑的代志，所以保罗伊对腓立比教会的毋望期待是，伊毋是讲爱因搁较侪礼物来摕互伊，而是伫生活顶面供应伊真富足，毋是。保罗毋望因伫信仰顶面有搁较好、搁较水的见证，所以保罗伫基督的中间。伊祈求上帝帮助腓立比教会，互因伫痛心不断、甲真知识判断的做伙来成长，互因成做一间有成长而且是加倍成长的教会。这种的成长，来用一个比喻，若亲像咱的存款寄伫银行，即摆可能寄伫银行利息无济吼，但是无要紧。咱亲像寄伫银行，会生利息共款，所以咱会当安尼来想。保罗但是即句话要甲因讲的是，我无想要对恁的身躯顶得到什么，我毋望的是恁会当生搁较侪利息，而且这个利息所带来稳定，会当记伫恁未来的孝谱的顶面。保罗要劝勉伊继续。来支持的，毋但是一个伊尔，也阁有侪侪的需要帮助。一间有疼心的教会，因知影怎样帮助其他需要的。若有搁较侪利息的收入，也如搁较侪有剩的，我想因袂放伫家己的裤袋仔内面，因会摕出来去帮助。所以保罗用这种的方式来鼓励腓立比教会持续成长的一种方式。其实，咱教会犹原是一间有疼心的教会。咱若看到咱的和会手册内面，咱就知影，咱对外帮赞奉献，
咱拢有即个支持甲疼心伫咧。其实牧师伫每一年的6月份，我就开始咧为着后一年度咱的事工计划咧祈祷。今年6月份，我开始为着2007年的事工计划表咧祈祷的时阵，伫顶礼拜我开始咧安排明年度外来的要来请安募款的机构，也是教会时，我有看到一个讯息，就是讲有一间有历史的教会。因为因停车场的土地的问题，无法度可以用真俗的租金来租，所以有人就毋望教会会当买起来。所以我就咧想讲，安尼明年度咱会当安排伊来请安募款。但是经过问了后，我知影即间教会因对停车场的即个土地也无规划，因原本就一个计划要去伫别位要来买土地建堂。所以，我就咧想要安怎来帮助伊。另外，还有一间教会，伫即个牧师去进前，因原本聚会人数无多，但是伫即位牧师就任了后，即对牧师的夫妇，因真努力积极咧推动青少年的事工、关怀、探访。现在聚会人数渐渐增加，因的教会嘛要开始建堂啊。我想，我要表达的是，咱会看到其他长老教会中间较弱小的教会，有可能是经济较弱，有可能是人数较少，有可能是因的资源要摕到较无简单的教会。也毋过，我知咱教会有迄个能力，咱就应该学习菲律宾教会支持保罗的态度甲行动。所以，保罗为着菲律宾教会信仰顶面的成长，伫伊的行为顶面有即个见证有美好的成果的时阵，伊献上感谢。所以，保罗讲，这拢是值得懊恼的代志，拢爱将这一切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保罗无将这所有的成果归伫伊家己的功劳顶面。我想，这是保罗互咱真清楚伫信仰顶面的认知。各位兄弟姊妹，咱文山教会历史135年，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有真侪信仰的前辈一代一代传承落来。咱就爱为着这用感恩的心来祈祷，用感恩的心来参与伫福音的事工。我想，那呢，咱会得到迄种欢喜、快乐、喜乐的心灵。保罗咧教中间写这张批信的时阵，伊要求也是安尼甲菲律宾教会讲，爱喜乐，而且是爱常常喜乐。若是安尼，伊嘛将菲律宾教会的信徒放伫祈祷中，甲伊讲，爱用感恩的心，将一切挂虑、忧愁。拢交互上帝，那呢，才有度培养一个喜乐的心灵。咱知要传福音的事工，毋是真逐项代志拢会真顺利，因为无顺利，然后才有法度感恩。因为是任何的代志，咱才有法度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互咱身躯顶的疼。知影用感恩的心，咱甲上帝来讲话。咱甲上话，敢若亲像谈心共款，甲伊讲心内话。我想上帝互咱的真正平安、甲喜乐，才会互咱伫生命中显明出来。牧师，我过去的经验，因为我早前伫前一间教会做社区的工作，因为伫迄个社区的工作中间，帮助真侪人。得到侪人的懊恼哦！你感谢你，互阮遮的物质，感谢你，互阮遮的资源。其实迄个时间，互我颠倒袂记了家己是啥物人，互我颠倒有一种骄傲的心伫我的内面。但是迄阵我可能我毋知，是后壁了后，互上帝修理了才知。做了侪帮助人的工作了后，其实感觉家己敢若有迄个权。会当有迄个决定讲，我要互你，也无爱互你迄种的骄傲的心。其实骄傲的心是撒旦互伊一个机会，伊会伫咱的
心思意念内底放伫咱的中间，互咱真危险的代志。所以，伫奥古斯丁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所以，当咱咧尽心尽力为着福音事工咧拍拼的时阵，那呢，迄阵有人甲咱讲，你爱安怎，你爱安怎的时阵，其实咱爱感谢上帝，咱爱讲加赞，抑佫有人甲咱讲，互我知影，我抑佫毋是一个完全完美的。那呢，就当撇变咱，真做一个骄傲的人，卖当知影，若互人讲即个无好，也是无即个毋对的时阵，咱会当将迄个代志做了搁较好。我想，咱若保持即种的心态的时阵，那呢喜乐的心，就对咱的心内底来，互咱伫咱的生活中袂受到外在影响。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一个谦卑的受教者，接受批评，互咱搁较完美。咱会当将一切拢会荣耀甲结果拢归乎上帝。我想帮助咱，无论咱伫什么款的处境中间，咱就亲像保罗咧甲腓立比教会所劝勉的，有一个喜乐的心。上尾牧师有3个，互咱做伙思考的是。我常常为着什么款的代志咧烦恼挂虑咧，也是第二个是，我是用什么款的心态咧面对头前的烦恼甲挂虑的处境。上尾咱爱想的是，有什么款的情景也是代志，互咱有一个喜乐咧。愿咱的思考会当帮助咱伫信仰顶面，咱来进步，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众人，你知影阮的需要，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看到主你的恩典，互阮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活出上帝你互阮的使命，互阮的调命，互阮伫这个世界，互人看到阮，就知阮是耶稣基督的学生。互阮心中充满着平安甲喜乐，愿主帮助阮，互阮伫一生中间来牵调到你对阮的应允。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记掉伫阮心。这是咱同齐来吟圣诗，新圣诗485首，主赞愿互相接纳。主赞愿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疼模范。恳求你踮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请起立吟圣诗485首。主赞愿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疼模范。恳求你踮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主求你甲阮合适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望帮赞。主赞阮关心别人无分国外邦，无论伫啥环境境，拢得扶持疼痛。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踏你踏进你中间，聆听实行真理，遵他
接纳无有的高心甘心福，这道领受你赦免，享受伊的快乐。因你也有多人较无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美报公义。用心的眼光方法，甘事坚持真实，求主诚实来恒心，头帮愿的合意。请坐，陪伴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出于甘心乐意回应上帝的一个行为。在咱现场有人唔知影奉献的意义的，请你用祈祷来代替。请坐。这是我来报告，第报告的大声，咱同齐来念两遍的金句。请。踮伫想事我气内个，我事事拢为。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踮伫想事我气内个，我事事拢为。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来酒侍奉的同工，领受潘美爱姊妹，司礼是林中和执事，司琴是陈佑欣姐妹，献诗是苦家诗班，司献是谢叶红执事甲李礼普执事，招待是张玉如执事甲陈淑琴姊妹，音控是张文林长老甲左宏班兄弟。拜三查经祈祷会，咱所要读的经文是《列王纪上》第17章，书会是谢叶红执事，主理是柯成凯牧师。来酒的主日礼拜，题目是充满热情的教会，是张宏温牧师主理。经文是《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诗歌甲金句，请咱家己来看。请咱掀开第6页，教会消息通知报告。本主日下晡12点半，要伫地下室1楼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各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的团长出席参与。第二，咱8月11到16，教会福音队要前往南方澳教会，请兄姐为着因这个活动
来代祷，望因伫传播主的听的时，会当看到在地的需要，也求主赐予福音队有智慧、能力甲稳定，伫因营会中间会当顺利来举行，也会当用行动来回应主耶稣的听。第三，下主日是退休牧师、传道师的奉献主日。下主日，张宏文牧师将代表前来请安甲正道，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8月16號，本会科牧师要前往南方教會來關心咱司機的福音隊。第三是恭喜結婚吴定宏兄弟甲廖德英姊妹結婚感恩禮拜，時間是8月22，拜六下晡的2點半，地點就是伫本會2樓的禮拜堂。過來是資訊組的通知咱有音控的教育訓練，時間是8月23下晡1點，地點是伫教會3樓，有意願參加的，咱到1樓的櫃台來填寫報名單。牧師這邊補充咱第2點的南方會福音隊咱的福音隊主體是咱教會瑪納團契甲少年團契因聯合但是咱因為第4年咱有一寡較年長嘛，袂使講青少年咱會使講年長，較濟歲因攏出社會所以咱即屆有甲其他外部的，比如講台北大專中心，也是還佫有桃園的嘉南教會，有組成一個聯合的即個福音隊所以因也袂真正完全有一個會前的訓練，因特別是伫11號去到南方河迄個所在，因才要開始第一屆聯合rehearsal訓練所以咱為因祈禱今年是第4年咱嘛伫南方河即個地區做了真水的工南安國小伫前3年已經有畢業的，因今年有8位伫南方河地區遮個囡仔，因要參與伫咱的福音隊，成做小隊服即個積分阮望伫咱今年的福音隊會當培養，以及互因會當了解教會所舉辦即個福音隊，互因會當明白上帝聽毋望未來這8位的囡仔會當成做伫南方河即個地區的經濟，所以咱特別為着南方河即個福音隊咱來祈禱啦所以11號開始到16號，我毋望咱兄弟姊妹伫每天的祈禱中間，特別為因提名代禱，好無？所以這是牧師邀請咱做伙，這是叫為着南方河福音隊來代禱。全能的上帝，佇你的面前，願懇求你看顧。伫南方河福音隊伫8月11拜2要出發，一直到8月16禮拜要結束。願主你親身看顧，互因伫整個福音隊的這個營會期間，互因的心靈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看顧因有一個勇健的身體，互因有智慧，互因有氣力，互因所傳的是上帝你的聽，互因會當伫福音隊中間。毋那是陪伴在地遮的囡仔，嘛是互因遮的福音隊的同工小隊員，因攏會當佇上帝你的聽內底來成長。願主親身看顧，毋望佇南方河所壓落的經濟，會當佇上帝你的看顧內面，互因長大，互因會當成做未來佇南方河地區的即個希望。願主你親身看顧。我閣一屆將福音隊因整個行程仰望佇主你的手中，願主親身引帶，同心祈禱，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歡迎新朋友。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要介紹新朋友是第一位是聖歌隊蘇琴，今仔日的代班的胡可珍兄弟，甲伊爸爸胡嘉欣兄弟。因是伫咧中日教會聚會，今仔日來咱教會幫忙。第二位是宣真甲宣真的朋友是马西莫，伊是意大利人，來台灣一個月來真歡迎，謝謝。
这是来行平安礼。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立光明。耶稣来有国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风雨产业出事定。请咱有缘徛伫，咱同齐来念里边的诗。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今时煞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
礼拜一定煞。